影片中提到的这台电动三轮车是台湾记忆体大厂威刚科技 ADATA 旗下子公司威速登所推出的金卡多 USD01 商用电动三轮车。这款车在全新的时候依据车厢配置、平台款、标准车厢、OE 3开款，新车售价大约落在新台币26万5千元至31万5千元至31万元之间，也就是影片字幕提到的一台30万元新台币。对于您关心的4年后二手车价以及它的实用性，以下为您进行详细的评估。4年后二手三轮车大约多少钱？这款电动三轮车主要锁定的是物流业者、邮政清运以及中小型自营商。